以书誓言一律中山于万事，我修合为一律，王自即面就合贯之色贵重义语，比如强解释合成国者，完成之优点，即将请中自有不能真正。即上讲的，中文咱也了解用，一本文字咱也了解用，将心用字，所以有不能真正。咱讲啊。 中山为万事，咱对中风水最最上本的风水，咱去行万事啊。我修合为一律，后一个一定爱归中倒转来因为本书呢，誓言一律开始就讲一律啊，讲自性问题啊，来呢，咱讲做人的原则中山为万事，我修合达为一律啊。 后一咱呢，咱回有一律的境界就转来，所以呢，只慢咱来了解。来遮学，来这世间修炼，一就是要回有一律。即呢，唔免当西方，咱就当当去；唔免安怎样，咱就当当去。这一定就是慢慢去甲研究，慢慢去甲体会，慢慢去甲思量。 所以孔子无了挽回啊，为啊，这个先这款言语不实际，因了后，伊就安尼款应当调的，款伊就来当调，当因看来当调的，语不实际的，事啊都唔敢叫过去啊，所以这也重要，咱来了解，这解说。 你去小语篇这部，你去小语篇讲，无情理之艺术，伊遐代志听袂到，咱不能用咱安尼接讲这安怎样都安怎样，你若想气象局得调这个，用这个科技得调这个风风，都有当时来会造出来的，风海都未来的，所以咱不能。 无情理之，也袂交代，就用早安尼讲安怎就完成。为合最有烦的毛病，为合最有烦的毛病就是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咱就是，未正确的代志，咱就家己咱了，无各无偏空，随情，无各无偏空随情。 世间最大的毛病就是讲，空看空中来伫咧吹这件代志，任意论定，任咱家己的个人的意志来论定这个社会，论定这个国家，论定咱的时代。有主一用主张言行谨慎，有主呢一用会主张言甲行拢会谨慎。所以咱需要个人的即嘛，咱的言甲行。 一定爱谨慎啊！言袂使讲过头啊，行袂使做唔对啊。因为咱总是言行过错，咱后日咱定着地甲去啊。常教诲不可妄自，却当妄自财道啊。时常教训无学，时常教训无言，教训伊的子弟袂使妄自财道啊。所以这里面来讲。 不言不信就是千环之战的意思。迄门也就是迄门底下在咧讲啊，不言不信就是咧讲之战的意思。到处我讲，君主无比所不知，该还主也。甲主我讲啊，以为啊，你若唔知影，你就人起来。该还主要就是人起来，唔知影人我白讲啊，唔知还佫一人讲一人去，安怎唔对？君主无所不知，你对唔知影，该快处理，就是讲爱人。到主张多问发疑，甲主张讲啊，你唔捌的，唔捌的爱较直听的，较常问的，所以呢，这拢是都在到地需要高请尊义啊，有怀疑我人起来，不要妄自。 唔通
唔通家己安尼乌白断定啊。所谓理智为理智，不理为不理，就是理啊。控制法中讲啊，智慧有呀，理智为理智，不理为不理是理啊。因为中游呢，主路较会乌白讲啊，因为主路年纪较济啊，交老师接触也较有影久啊，所以呢，伊当然无抽一条老师的真正意思啊，控制法来讲，有呀，理智为理智，不理为不理是理啊，所以咱嘛是安尼啊。咱知咱来讲，毋知咱毋讲，安尼才是真正有智慧啊！这是真正正确的态度，安尼才是真正正确的态度。有主不但常以武艺教训，有主不但是讲这个武艺来教训，而且自己能强行实践啊！伊曾经表示啊，假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啊！伊家己安尼讲啊，伊呢，家己拢当强行实践，强就是安尼下落啊，强就是安下落，强行实践啊。伊曾经表示啊，假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啊。毋知影，讲知影就做出来，我无安做，也是无义啊，这也是无义的意思。无病，也是一种无病，正如《礼经篇》讲：“君主之有天爱呀，无色呀，无物呀，以之有弊。”君主对有天爱这个代志，毋通胡白讲啊，无色呀，无物呀，爱有下义来讲无下义，以之有弊，爱有下义，无下义，袂使讲这个意思。正如民主第5篇讲啊，待人者言，不必有信，行不必果，由于伊所在待人呢，言能讲甲会较有信用，也毋能讲甲有结果。但是呢，只一定要下义啊，下义啊，以这义爱有合。袂使你讲就去讲，袂使爱有合。这是言行，言行以义为依归啊，言行啊以义为归。所谓义是合理适宜啊，无把握的肯定是不合理的，无把握的肯定是不合理的。咱真就是安尼，讲话爱有合。有合出来，但有合理啊！无理由的武断是不适宜的，无理由家己讲安怎做安怎，无适合的。有准绝无处毛病，有准一定有这个毛病，一定有这个毛病，无义无病就是有这个毛病就是讲有道，所取是之所受，不要一味过尽。咱袂使一味过尽，言不通，袂使真那像落空来来过掉袂通，是偏难过，合则不过，所以伊有来讲。君主不忠，则不归；合则不过。主忠信如有不如必在，则不难改。这是他这边来讲的。君主不忠，则不归。咱家己呢，爱注重咱家己的人格爱摆出来，爱调好势。你若无调好势，君主不忠，则不归。你所发出来，咱就会来尊敬。合则不过，恶嘛袂调。朋友不如己者，但是起码要互相尊重。人这个做航班的人，伊嘛有对的所在。人航班就当作永远航班，朋友不如己者，这个难改。有过错一定会改过。有了学识自然灵通贯达变，所以咱是袂使离开学。
他是这个片用孔庆文来讲，学而时习之，不能厌恶。就讲咱袂使离开学，爱时时刻刻学所以呢，咱为了学习，就让咱通关达变，不只有顾及生片，安尼才会顾及。我安尼就是安尼，不离变通，咱袂使无变通，中庸安尼讲。君子师中，君子呢爱时时刻刻守阳体，袂使离开了阳体，就是讲人时时保持中道不变的态度，就是讲用在讲即句话讲，君子师中，就是讲人时时保持中道不偏的这个态度，但中庸又甲咱讲，得先顾及之，可见呢，顾及爱顾及这个善，可见爱顾及这个本心，并无是非，袂使有是非，咱提倡中体。一着道了后，咱逐人都了解中体是啥话，是咱良心啊，是咱本性啊，所以袂使离开中体，所以本心呢，并不是非。要看运用的人，能不能得善。来这世间，难免会当有过错，但是咱爱选择善来做。孔子为绝气，是未见得善的过程。孔子的这个绝气是讲无得善的过程，有得善的过程无要紧啊。如上章讲啊，虽为将无将马，上章就讲虽为将无将马。虽然我为了姊妹的做法，但是我一定拜拜大家一定起来，所以呢，这个过程是应该啊。所以迄文篇啊，也来讲，为讲为因呀，即步呢，我毋是爱讲，我毋是要讲话，因为我就是我内心的过程就是安尼，对的我来讲无对的。嗰啲孔子对这一不通、顽固不怀的人十分厌恶，所以圣人呢，当然对这一不通、顽固不怀的人十分厌恶。所以，就像咱的前言嘛，是对咱这一不通、甲顽固看，咱对咱嘛有见解，所以咱来写一定学。毋通有这一不通，甚至顽固化，安尼咱来真正来圆满。正如佛家的勘察，一般人普遍除了五七，因为主张因而主张破除五七，因咱人大家拢有爱执着，所以呢佛家。咱讲主张讲，咱来破除咱的执着。人与人相交接，人甲人做伙，不免处处以我为中心，大家拢会比咧讲我先人，你拢含含我先人，大家拢会安尼啊，这是个人，大家拢建立了我的地位啊。有时烦忧，利有我者，情先强哦，所以导致世间有事，对我有益。我较安怎就要做，较要做啊！有害有我者，违抗将心对咱无利益的，拢惊着我利用着咧，我就背后回去啊！也处处表露自己不连他人的存在咱拢是像安尼，表现咱家己的才华，表现咱家己的地位，也无感觉讲咱比较有人比。所以，要讲这句话呢，咱爱三思而后言。讲这句话出来，的确对咱的姊妹们，讲这句话出来，会不用心，一定要想这是一般人的通病善向行，咱得袂到，
哦，恐惊着咱的心灵，哦，处处表露咱家己，忽略别人的存在，这是一般人的通病。有处没有这个毛病，孔圣人呢，伊讲无我，伊无这个毛病。他与人相处，要别人做伙，正如名字所说，善恶人同。看到别人的善，伊就想讲我无来个好，表示啥呢？下必将人，下必以家己的意见，以家己的意见来将别人的好处，若处人以为善，若处着别人的这个好，来坏，那来好。所以这讲真呢，这足顺，这让咱每一个人平常作用意，原的毛病。